进口业真言：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婆诃。进口业真言：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婆诃。进口业真言：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婆诃。进身业真言：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婆诃。进身业真言：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婆诃。进身业真言：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婆诃。进意业真言：嗡发日拉旦呵呵吽。进意业真言：嗡发日拉旦呵呵吽。进意业真言：嗡发日拉旦呵呵吽。进三业真言：嗡沙发婆发树陀沙发达摩沙发婆发树度憨。进三业真言：嗡沙发婆发树陀沙发达摩沙发婆发树度憨。进三业真言：嗡沙发婆发树陀沙发达摩沙发婆发树度憨。安土地真言：南无沙门多姆陀南，嗡嘟噜嘟噜地维娑婆诃。安土地真言：南无沙门多姆陀南，嗡嘟噜嘟噜地维娑婆诃。安土地真言：南无沙门多姆陀南，嗡嘟噜嘟噜地维娑婆诃。普供养真言：嗡夜夜南三婆发日拉吽。普供养真言：嗡夜夜南三婆发日拉吽。普供养真言：嗡夜夜南三婆发日拉吽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說天地百樣神咒經，唐三藏法師義證奉詔譯。聞如是，一時佛在毗耶達磨城寮廓宅中，十方相隨，四眾圍繞。爾時無礙菩薩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閻浮提眾生遞代相生，無始以來相續不斷，有識者少，無智者多，念佛者少，求通者多，持戒者少，破戒者多，精進者少，懈怠者多，智慧者少，愚癡者多，長壽者少，短命者多，禪定者少，散亂者多，富貴者少，貧賤者多，柔軟者少，剛強者多，興盛者少，循毒者多，正直者少，曲淺者多，清慎者少，貪俗者多，
布施者少，慳吝者多；信實者少，虛妄者多。彼使世俗淺薄，官法荼毒，賊役繁重，百姓窮苦，所求難得。良由信邪道見，獲如是苦。唯願世尊為諸邪見眾生，說其正見之法，令得悟解，免於眾苦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無礙菩薩，與大慈悲，為諸邪見眾生，問於如來正見之法，不可思議，汝等諦聽。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分別演說天地八陽之經。此經過去諸佛已說，未來諸佛當說，現在諸佛今說。夫天地之間，為人最勝最上者，貴於一切萬物。人者真也，正也，心無虛妄，身行正真。左撇為正，右捺為真，常行正真，故名為人。是知人能弘道以潤身，依道依人，皆成聖道。復次無礙菩薩，一切眾生記得人身，不能修福，背真向偽，做種種惡業，命將獄中沉淪苦海，受種種罪。若聞此經，信心不逆，即得解脫諸罪。知難出於苦海，善神加護無諸障礙，延年益壽而無橫腰。以信力故，獲如是福。何況有人盡能書寫受持誦讀如法修行，其功德不可稱，不可量，無有邊際。命終之後，並得成佛。佛告無礙菩薩摩訶薩：若有眾生信邪道見，即被邪魔外道痴迷妄想，了明八卦，諸惡鬼神競來擾亂，與其患病、惡種、惡眾、惡語，受其苦痛，無有休息。如善知識，為讀此經三遍，是諸惡鬼皆悉消滅，病則除愈，身強力足。讀經功德獲如是福。若有眾生多於淫欲、瞋恚、愚癡、慳貪、嫉妒，若見此經，信敬供養，則讀三遍愚癡作惡等，並皆除滅，慈悲喜捨，得佛法分。復次無礙菩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輕有違法，先讀此經三遍，築牆動土，安立家宅，南堂北堂，東序西序，廚舍客屋，門戶井灶，堆穢庫藏，六畜欄運，日遊月殺，將軍太歲，黃幡豹尾，五土地神，青龍白虎，朱雀玄武，六甲禁衛，12諸神，土衛伏龍，一切鬼魅，皆悉隱藏，遠聘他方，迎消影滅，不敢為害，甚大吉利。德無量，善男子，興功之後，堂舍永安，福澤牢固，富貴吉昌，不求自得。若遠行從軍，士官輕生，甚得而利。門興人貴，百子千孫，父慈子孝，男中女精，
兄恭弟順，夫妻和睦，信義篤親，所願成就。若有眾生忽被怨官拘繫，盜賊牽挽，暫讀此經3遍，即得解脫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讀誦，為他人書寫天地8樣經者，投入水火，不被焚漂，或在山澤虎狼平積，不敢搏噬。善神衛護，成無上道。若復有人多於妄言綺語，惡口兩舌，若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永除4過，得4無礙便而成佛道。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父母有罪，臨終之日當墜地獄，受無量苦。其子即為讀誦此經7遍，父母即離地獄而生天上，見佛聞法，悟無生忍，已成佛道。佛告無礙菩薩：毗婆施佛時，有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心不信邪，崇敬佛法，書寫此經，受持讀誦，須作即作，一無所問，以正信故，兼行布施，平等供養，得無漏身，成菩提道，號曰普光如來。應正等覺，劫名大漏而滿，國名無邊，但是人民行菩薩道，無所得法。以是經威德，獲如是報。復次無礙菩薩，此天地8樣經，行嚴浮提，在在處處有8菩薩。諸梵天王一切名鈴圍繞此經，香花供養，如佛無異。佛告無礙菩薩摩訶薩：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為諸眾生講說此經，心達實相，得甚深理，即知身心佛身法心，所以能知，即是智慧。眼常見種種無盡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亦空，即是妙色身如來。以常聞種種無量聲，聲即是空，空即是聲，即是妙音聲如來。鼻常嗅種種無盡香，香即是空，空即是香，即是香即如來。舌嘗了種種無盡味，味即是空，空即是味，即是發起如來。身常覺種種無盡觸，觸即是空，空即是觸，即是智明如來。意常思想，能分別種種無盡法，法即是空，空即是法，即是發明如來。善男子，此6根顯現，人皆口常說其善語，善法常轉，即成聖道。若說邪語，惡法常轉，即墜地獄。善男子，善惡之理，不得不信。善男子，人之身心是佛法器，亦是12部大經卷也。無始以來，轉讀不盡，不損毫無。如來藏經，唯悉心見性者之所能知，非諸聲聞凡夫所能知。善男子，讀誦此經，深解真理，即知身心是佛法器。若醉迷不醒，不了自心是佛法根本，流轉諸趣，墜於惡道，永沉苦海，不聞佛法名字。爾時500天子在大眾中聞佛所說，得法眼淨，皆大歡喜，即發無等等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無礙菩薩復白佛言：世尊，人之在世，生死為重，生不擇日，時至即生；死不擇日，時至即死。何因殯葬？即問良辰吉日。言此殯葬之後，還有妨害，貧窮者多，滅門者不少。唯願世尊為諸邪見無智眾生說其因緣，令得正道，除其顛倒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實甚能問於眾生生死之事、殯葬之法，汝等諦聽。吾當為汝說智慧之理、大道之法。夫天地廣大清，日月廣長明，時年善美，實無有異。善男子，人王菩薩甚大慈悲，憫眾生皆如赤子，下為人主作聞父母，順於俗人教民俗法，為作曆日頒下天下，令之時節為有滿平，定則破危，成修開閉，見隨之民，如人依自信用，無不免其凶禍。又使邪師厭震，說是道非，萬求邪神拜餓鬼，卻復遭殃而自受苦。如是人皆反天時，逆地理，背日月之光明，常沒暗室，為正道之廣路，行尋邪徑，顛倒之甚也。善男子，產時讀誦此經三遍，而即已生甚大吉利，聰明利慧，福德具足而不終夭。死時讀誦此經三遍，一無妨害，得福無量。善男子，日日好日，月月好月，年年好年，實無間隔，但便即須殯葬。殯葬之日，讀誦此經7遍，甚大吉利，獲福無量，門榮人貴，延年益壽，命終之日並得成聖。善男子，殯葬之地，莫問東西南北，安穩之處，諸人愛樂，鬼神愛樂，即讀誦此經3遍，便以修營安置墓田，永無災障，富貴人興，甚大吉利。與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迎生善善日，憂殯好好時，生死讀此經，甚得大吉利。月月善明月，年年大好年，讀經即殯葬，榮華萬代昌。與時眾中77000人聞佛所說，心開意解，捨邪歸正，得佛法分，永斷疑惑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無礙菩薩復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凡夫皆以婚媾為親，先問相宜，後取吉日，言此成親。成親之後，富貴偕老者少，貧窮生離死別者多。一種信邪如何而有差別？唯願世尊為決眾言。佛言：善男子，汝等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夫天陽地陰，月陰日陽，水陰火陽，女陰男陽，天地氣合，一切草木生焉，日月交運，4時8節明焉，水火相承，一切萬物屬焉，男女混諧，子孫興焉，皆是天之常道，自然之理，世諦之法。善男子，愚人無知。
信其邪思，卜問忘吉而不修善，做種種惡業。命終之後，復得人身者，如指甲上土，墜於地獄；作畜生餓鬼者，如大地土。善男子復得人身，正信修善者，如指甲上土；信邪做惡業者，如大地土。善男子若結婚親，莫問水火相克，胞胎相驗，年命不同，唯看六命書，即知福德多少，以為眷屬。夫刑之日，即讀此經3遍，而以成禮。此乃善善相因，明明相屬，門高人貴，子孫興盛，聰明利智，多才多藝，孝敬相成，甚大吉利，而無終夭，福德具足，皆成佛道。時有8菩薩成佛威神，得大總持，常住人間，和光同塵，破邪立正，度四生，處八解而不自疑。其名曰：一、跋陀羅菩薩漏盡和；二、羅倫羯菩薩漏盡和；三、喬木兜菩薩漏盡和；四、那羅達菩薩漏盡和；五、須彌森菩薩漏盡和；六、因底達菩薩漏盡和；七、和倫調菩薩漏盡和；八、無緣觀菩薩漏盡和。是八菩薩具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於諸佛所受得陀羅尼神咒，而今說之。擁護受持讀誦八楊經者，永無恐怖，使一切不善之物不得侵損。讀經法師，即於佛前而說咒曰：阿基尼尼基尼阿毗拉曼利曼多利娑婆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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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尊，若有不善者，欲來老法師，聞我說此咒，頭破作7分，如阿梨樹枝。爾時無邊身菩薩即從座起，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為八楊經？唯願世尊為諸聽眾解說其義，令得覺悟，速達心本，入佛之見，永斷疑悔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諦聽，吾今為汝解說天地八楊之經。八者分別也，楊者明解也，明解大聖無為之理，了能分別八識因緣，空無所得。又云：何八識名為經？楊名為緯，經緯相投，以成經教，故名八楊經。八者是八識，云何名八識？眼是色識，耳是聲識，鼻是香識，舌是味識，身是觸識，意是分別識，六根是六識，含藏識、阿賴耶識是名曰八識。明了分別八識根源，空無所得，即知兩眼是光明天，
八色光明天中即現日月光明如來。兩耳是聲聞天，聲聞天中即現無量聲如來。兩鼻是佛香天，佛香天中即現香積如來。舌是法味天，法味天中即現法喜如來。身是盧舍那天，盧舍那天中即現成就盧舍那佛，盧舍那鏡像佛，盧舍那光明佛。意是無分別天，無分別天中即現不動如來大光明佛。心是法界天，法界天中即現空王如來。含藏識天演出阿那含經、大般涅槃經。阿賴耶識天演出大智度論經、瑜伽論經。善男子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佛，合為一相，即現大通智勝如來。佛說此經時，一切大地六種震動，光照天地，無有邊際。浩浩湯湯而無所名，一切幽冥悉皆明朗，一切地獄並皆消滅，一切罪人皆得離苦，皆發無上菩提心。於是大眾之中88000菩薩一時成佛，號曰空王如來，應正等覺，結名離苦，國號無邊。一切人民皆行菩薩六波羅蜜，無有彼此，正無爭三昧，諦無所得。66000比丘比丘尼，優婆塞優婆夷，得大總持，入不二法門。無數天龍夜叉乾達婆亞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，得法眼淨，行菩薩道。復次善男子，若復有人得觀燈位及新入宅之時，暫讀此經3遍，甚大吉利，善神加護，延年益壽，福德具足。善男子，若讀此經1遍，如讀一切經1部；若書寫1卷，如書寫一切經1部。其功德不可稱，不可量等，虛空無有邊際，成聖道果。復次無邊身菩薩摩訶薩，若有眾生不信正法，常生邪見，忽聞此經，即生誹謗，言非佛說。是人現世得白癩病，惡瘡膿血，遍體交流，腥騷臭穢，人皆憎嫉。命終之日，即罪阿鼻無間地獄，上火切下，下火切上，鐵槍鐵叉，遍體穿越，熔銅灌口，筋骨爛壞，一日一夜，萬死萬生，受大痛苦，無有休息。謗斯經故，獲罪如是。佛為罪人而說偈言：身是自然身，五體自然足，長乃自然長，老乃自然老，生乃自然生，死乃自然死。求長不得長，求短不得短。苦樂與自當，邪正由與己。欲作有為功，讀經莫問師，千千萬萬世，得道轉法輪。佛說此經已，一切大眾得未曾有，心明意淨，歡喜踴躍，皆見諸相非相，入佛之見，悟佛之見，無入無悟，無知無見，即涅槃樂故。此諸菩薩聖眾天神地祇，皆悉歡喜，信受奉行。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，咒曰：阿基尼尼基尼阿毗拉曼利曼多利娑婆訶。阿基尼尼基尼
阿毗拉曼利曼多利娑婆诃。阿基尼尼基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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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毗拉曼利曼多利娑婆诃。五缺真言：南无赫那达那多那耶耶，毗拉毗拉，居住居住，摩拉摩拉，呼拉轰，赫赫，苏达奴轰，波摩奴娑婆诃。五缺真言：南无赫那达那多那耶耶，毗拉毗拉，居住居住，摩拉摩拉，呼拉轰，赫赫，苏达奴轰，波摩奴娑婆诃。五缺真言：南无赫那达那多那耶耶，毗拉毗拉，居住居住，摩拉摩拉，呼拉轰，赫赫，苏达奴轰，波摩奴娑婆诃。圆满五缺真言：嗡，呼噜呼噜，舍利木气，刷哈。圆满五缺真言：嗡，呼噜呼噜，舍利木气，刷哈。圆满五缺真言：嗡，呼噜呼噜，舍利木气，刷哈。七佛灭罪真言：离婆离婆地，求诃求诃地，陀罗尼地，尼诃罗地，毗尼尼地，摩诃伽地，真灵前地娑婆诃。离婆离婆地，求诃求诃地，陀罗尼地，尼诃罗地，毗尼尼地，摩诃伽地，真灵前地娑婆诃。离婆离婆地，求诃求诃地，陀罗尼地，尼诃罗地，毗尼尼地，摩诃伽地，真灵前地娑婆诃。收经记：三途永习常离苦，六趣修随觅莫因，河山恒始悟真如，湾内有情登彼岸。八阳赞：八阳真经唯心造化，80转变体自然，不动力周天，车照无边，恩泽不大千。奉此種種經咒，回向弟子王俊傑吾身，福德無量，功德無量。